姐姐，大王，你来得好快呀！这是大事。昨晚寡人收到姐姐的书信，立刻决定要来。哦，大王，你看这个。这东西，你们是如何拿到的？是雍瑞花了重金从义渠人那里换回来的。寡人一直希望这不是真的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份从魏国来的密报。密报是否可靠？那报信人是当年我在魏国宫中的莫逆之交，绝无虚言。既然魏王用尽心机，一心要将大良造公孙衍收入囊中，寡人就不得不有所提防。来，大王，请上座。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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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冉，你不能进，姐姐，你不能进呐！姐姐，姐姐，放他进来！小冉，姐姐，姐姐来了，不怕。永香莲为何恐我弟弟？奉魏夫人之命。魏夫人，魏夫人为何抓个孩子？你弟弟偷了公子壮的宝剑，按照秦律要砍去双手。那宝剑不是我偷的，是我捡的。更何况你芈月也是读过书的人，岂不知礼法有云，男女7岁不同席。即便如此，此处是后宫，除了大王和各宫公子之外，不可以有其他男子，除非处过宫刑。小冉捡了公子壮丢弃的宝剑，就算有错，也绝非偷盗。至于后宫无外男，小冉是我弟弟，如今也不过是个10多岁的孩子。何况此事，我已经得到王后的允许。王后许可是私情，我行的却是秦法宫规。后宫不容外男，若是偶然闯入，或可逐出了事；若是奉诏而入，也不可过夜。你这个弟弟在宫中居住，已非一日，为避人口舌，只能宫刑。不准碰我弟弟！不准碰我弟弟！放开！姐姐救我！姐姐，不准碰我弟弟！你敢动我，死你全家！放开我！你动我！哟，气性还真大。可惜呀，景离孤身一人，吃饱了全家不饿。你找我来好了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你我无冤无仇，何至于此？我奉命行事，只是魏夫人有话，一定要等你来了才能动手。现在啊，时辰正好。姐姐，姐姐救我！这样水嫩的小童，只要1刀的功夫，就成全他了。别碰我弟弟！放开他！我求你了！你要是不，我都答应你，不要碰我弟弟。我可什么都不要，只是魏夫人要什么，我就不清楚了。好，我懂了，我去找魏夫人。芈月是聪明人，早这么做，省了多少周折。姐姐，我好怕。小冉，别怕，姐姐一定想办法救你，别怕啊！等我，一定等我回来。姐姐一定要来救我！夫人，芈月求见。
芈月来了。我在焚香，如此雅事，只能心静，千万急不得，只好怠慢了。心思恶臭的人，再焚香也无济于事。有人死到临头，还敢嘴硬啊？你要害我，就冲我来，不要害我弟弟。谁敢害你呀？你可是当今王后的妹妹。至于那个违反宫规的小童，大王委我主持后宫之重任，不好因为你是王后的妹妹，我就徇私舞弊，只好按照规矩办了，对吗？魏夫人用不着兜圈子，你说吧，究竟要如何，你才能放了我弟弟？妹妹这话可就说差了。我向来都是与人为善，成人之美的。我看你在王后身边日日委曲求全，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。妹妹如此启年月貌，若是只以幼女身份终老秦宫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先王后陪嫁中有一小臣之子叫魏成，20有余，与芈月年貌相当。我意欲为你们做个媒，这对玉姬为聘，如何？你要我离开这里？不是离开，是风风光光的嫁出去。只有这样，你才会放了我弟弟。2日之内，我会安排你出宫成亲。你与他成婚后，就离开咸阳，随他去大梁吧。你那弟弟姓魏，说不定我们还是同族呢。我会为他在大梁安排一个出身，如何？只可惜，我是王后的人，不能由你左右。眼下王后自顾不暇，哪里还护得了你呀？更何况你是心甘情愿的，她不能为了一己私欲，就耽误了你的美好姻缘。你如何才能叫我心甘情愿？这难也不难。王后眼下被禁足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你乖乖地按着这上面的话抄写一封书信，就说你和魏成两情相悦，要和他白头到老，共度终生。辛苦你回去就这么做。明日我派人拿着这封书信去跟王后提亲。魏夫人筹划得好周全。为了成全你们，总是要滴水不漏的嘛。我要是不写呢？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明日一早，我若是拿不到这封书信，你那个弟弟可就一刀全了了，从此倒也干净。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快去禀报王后，说我有要事，必须马上见她。稍等。大茂姑姑，快带我去见王后。你是故意为止，还是昏了头了？大王有令，外人一律不准进入交房殿。那麻烦姑姑把王后请到门前。你安的什么？你安的什么心啊？王后心情愁苦，日夜难眠。今日好不容易能睡个午觉，你又来打搅。你有己无人，根本不顾王后有孕在身，又被禁足的辛苦跟烦恼。魏夫人让永香令捆了小冉，说小冉违反宫规，要施宫刑。魏夫人眼下主持后宫，要杀要罚，谁能拦得住啊？何况秦宫有秦宫的王法，那魏冉被罚，该是事出有因。且不说王后正受挫折，大门都出不去，
就算他还能说得上话，因为你们俩姐妹的关系而袒护你，定会被人诟病，还是回避为好。魏夫人捆小冉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她是要把我赶出宫去。哦，她用弟弟的性命来要挟我，逼我嫁给一个魏国小臣之子，说明日是最后期限，若得不到我的承诺，她就要对弟弟下毒手。这事可就难办了。按理说，你是王后的陪嫁应试，婚姻之事轮不上魏夫人插手。可眼下王后被禁足，又身怀6甲，若硬撑着为你出头，与那魏夫人纠缠起来，弄不好有了闪失，谁能担待得起呀？你一向疼爱魏冉，定不肯叫她受苦，但不苦她，就只好苦你了。此事，还是你自己做个决断吧。玳瑁姑姑，玳瑁姑姑，你一定要帮我！玳瑁姑姑，芈月，你可是公主身份，怎可给我一个奴婢下跪？我知道，姑姑一向不喜欢我，可眼下救人性命是大事，求姑姑一定要帮忙。王后已经自身难保，你还是不要连累了她才好。何况，你芈月一向足智多谋，就算没别人帮忙，你也能过了这个坎儿。玳瑁姑姑，关门！玳瑁姑姑，玳瑁姑姑，玳瑁姑姑，姑姑。这整日里躺着，躺得整个人都软了。再过几日，小公子就要出世了。女医治说，让您没事啊，多走动走动，免得生的时候太受罪。玳瑁姑姑呢？玳瑁姑姑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是不是月儿来了？哦，是芈月来给王后问安，听说王后午睡就走了。也是，好久没见月妹妹了。姐妹说话还要隔着堵墙，不如不说。再扶我在屋里走走吧。芈月只是一个小小的陪嫁应妾，母亲竟然用这种手段将她逼出宫去。她虽然是一只小泥鳅，却总在这后宫掀起大风浪。王后欺辱母亲，也是倚仗于她。除了她，这后宫会敞亮许多。听说，王后已被禁足在交房殿，大权重回母亲手中。那芈月再想作怪，又能将母亲如何？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。既然她是祸水，当然不能留。论人品相貌，那芈月都是上等女子，可母亲竟然要将她许配给一个普通小厮。华儿，此事与你根本无关。难道芈月也给你灌了迷魂汤？孩儿觉得明珠暗投，实在可惜。你莫非是疯了？竟然会有这心！她是王后身边的应妾，随时准备给你父王侍寝。若让你父王知道你有如此打算，心里会如何恼恨于你？太子之位，想都不要再想。可既然母亲要让她嫁给别人，为何不成全自己的孩儿？花儿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是大王最看重的长子，日后是要继承王位的。若想成亲，也必须是和诸国的嫡公主联姻，助你成大业。那芈月应妾之身，毫无背景，她能帮你什么？母亲，不必再说了。由此看来，这个芈月就是个狐妹子，在宫中更不能留。
我也听说你弟弟魏冉之事，这些人趁我父王不在宫中下此黑手，行事卑鄙。眼下王后虽自顾不暇，但只要她肯出面，魏夫人他们不得不忌讳她3分。可眼下，我想见他一面都不行。这么说，连王后都不能庇护你了？魏夫人他们鬼祟伎俩，害小冉，就是为了害我。我豁出去了，大不了拿我的命去抵小冉的命罢了。你这是以卵击石，眼下还不是拼命的时候。这是我的出宫令符，你拿上，去找我父王。他此刻在北郊行宫，骑马去快些，悄悄走，不要惊动任何人。都已经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拿着。我不想向你父王讨要任何东西。你当真以为我父王是施恩图报之人？况且，你要先过了眼前再说。其实你知道，我父王心里一直很喜欢你，而且，我父王是个有情有义、很值得人仰慕的男子。子歇，子歇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月儿。姐姐身受桎梏，小冉性命攸关，我要去救小冉，去救姐姐，子歇会等我的。月儿，记得公孙衍刚到秦国的时候，还是我给大王引荐的他。那时候的公孙衍，青年才俊，意气风发。第一次与大王见面，他与大王仿佛是前世的缘分，促膝交谈了一夜。寡人因公孙衍攻占河西之地，和诱俘魏国主将公子昂的功劳，封他为秦国的大良造，这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殊荣。寡人真不信他会背弃大秦。大王，人心是会变的，有的人永远贪心不足。何况眼下张子与大良造水火不容，魏王又不停地差人给大良造送礼，我想目的只有2个：一是为提醒他还欠着魏国的人情；二呢，是为让他知晓，说到底只有魏国人对魏国人更亲一些。当下秦国权力3分，张仪与公孙衍相争，正好让公孙衍再生意念，
公孙衍一向是心高气盛，魏王对公孙衍又是志在必得。对于公孙衍，大王还是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大王，穆坚来了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王，出了何事？是关于芈月的弟弟偷了公子壮的剑，魏夫人要施以宫刑。你是如何知道此事的？是魏良人叫侍女给老奴报的信儿。这个魏良人倒是个有心人。这个事说小也小，说大也大，老奴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才决定跑这一趟。一个小女子遇到这种事情，该是天塌了。大王要帮他，他要寡人帮他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是。来，喝酒。哎呀，后宫之事不胜其烦，大王到我这儿喝杯酒都不能踏实。当初长姐为我打理后宫的时候啊，寡人的耳根子清净多了。后宫女人多，是非也多，但大王过去好像对这些是是非非并不往心里去。后宫没变，大王却变了，是不是？大王又有心上之人了？长姐有雍大人常来陪伴，在北郊行宫过着神仙般的日子，还拿寡人来打趣。这么说，大王今晚住在我的宫里，难免孤单，让姐姐安排一个好女子给大王侍寝。无妨。大王，芈月来了。她来了？是。她真的来了。看看去。哪个芈月呀？是不是那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？是。这么说，今夜不用我安排，大王也有侍寝的人了。此事寡人已经知道，既然有王后的应允，宫刑可免，但按秦律，偷盗他人财物必须责罚，哪怕是寡人的兄弟，也不能网开一面。眼下魏夫人执掌后宫，行事虽有些急躁，但并无大错。那不是偷，那把剑是公子壮丢弃在草丛里的，是生了锈的。怎么不是偷？那是谁家的园子？他拿走那把剑，告知了公子壮，并得到许可了吗？大王明示芈月，如何才能救弟弟？我大秦以法立信，刑上大夫，寡人帮不了你。你还是回去吧，大王的心情你不是不知道。就是你在这儿跪上一晚上，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大剑垂怜，能否安排芈月今晚侍寝？你说什么？芈月山穷水尽了，连这性命都不在乎，哪还在乎这身子？眼下只有这法子了。
望大剑成全。给寡人宽衣。你今日怎么了？连宽衣都不会了吗？怎么会是你？你以为如此就能救你弟弟吗？明月是情，心甘情愿。丫头，你的心思明明白白写在脸上，你有难处，有求于寡人。可你知道寡人这一辈子最痛恨的是什么吗？就是被人利用。大王恕罪，明月出此下策，的确是走投无路了。你对寡人并不真心，何苦如此？明月，别无选择。起来吧，寡人从不强人所难。你跪着也没用。你打算让寡人做什么？是你的事。寡人打算做什么？是寡人的事。你出去。4时，他们就要对小冉动手了。真是稀罕事儿，你芈月也有服软的时候。听说你昨日从我这儿走后，去求过王后，却吃了闭门羹。我倒也是好奇，这王后一向是把你当成救命稻草一般，这次怎么就轻易放手了？怕是自顾不暇，只好把你当成弃子了。其实王后也应该心存谢意，我给你安排的去处，并不算差。多说无益。这是你要我写的那封信。一手交人，一手交信。刚才我还在担心，杀只鸡临死前还得正正翅膀呢，你可是惯于作怪。把你写的拿过来，让我细细看看，免得你在里面再耍什么把戏。
见不到小冉，你休想拿到这封信。你若不给我这封书信，你那弟弟可就性命不保了。夫人，夫人，那小童他……你来的正好，把那小童给我带到这里来。不是啊，木间方才领人去了隐宫，把那小野种给带走了。什么？没事儿，小冉，没事儿啊，不疼。小冉，小冉，姐姐，小冉，吓死姐姐了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让姐姐好好看看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木间说，按大秦令，偷盗必须砍手。但秦王下旨说，念及小冉年幼，就割了一个小手指头。疼死了吧，小冉？姐姐，我小冉不好，给姐姐惹下这么多麻烦，请姐姐处罚。不怪小冉，小冉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是有人心存恶念，故意要害我们。那该怎么办？自今日起，姐姐一定要用性命来保护你们，让恶人再也不能欺负到我们头上。不哭，小冉。大家手脚都利索点儿，把这院子都给我打扫干净了啊！还有那边，还有那一边，啊！大监请留步。哎呦，是魏夫人。想来大监不会不知，大王已经命我主持打理后宫事务。今日我本想依照宫规处罚一小童，大监为何出手干预？老奴也是受命而行啊。奉谁之命？大王。大王？这不可能。夫人是怀疑老奴在假传大王旨意。大王他不在宫中。大王耳聪目明，夫人若是对老奴有责怪之处，可以向大王直接请旨问责。夫人恕罪。大王今日回宫，老奴还有很多杂物要去处理，告退。公子怎么了？黄鸟，黄鸟，应当是竹鸟更多。不，是黄鸟。悄悄黄鸟止于其，谁从木宫？紫车烟兮，悄悄黄鸟。止于其，哎，谁从公子冷了吧？我们去那边喝碗澡汤，暖暖身子。谁从木宫？有肉，哎，来了。谢谢客官。
客官慢走。啊，坐。客官请坐。哎，好。客官慢用。这枣树高大甚好，是谁家的呀？啊，这个是小的姨丈家里的。姨丈家这棵枣树啊，在附近邻里都是最大的。哦，结出的枣啊，在城里也是最甜的。我这小摊啊，就靠着树上的枣撑着呢。我方才从东面过来，看到那里摩肩接踵，车马喧嚣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那个是齐国的皇家驿馆，定是来了什么贵客，在那儿落脚的。哦，小二结账。哎，来了。焦焦黄毛之于吉枣树。公子怎么了？月儿，谁是月儿？月儿，楚国的公主。公子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子邪，我是黄歇。黄歇？对，我是黄歇。我是黄歇。我是黄歇。月儿，黄歇。黄歇。月儿，想起来了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痴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
生永世守护。大王，你吹奏的是楚国情歌，乡间民谣罢了。听曲调，这本该是男女欢爱之曲。芈月吹奏得如此伤感，想必是在悼念心上人。芈月，君前失仪，望大王恕罪。
今晚你就睡在这儿。入冬了，再给自己拿床被子，省得着凉。寡人累了，睡吧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乌鸦飞上梧桐树，还能变凤凰。只要能飞上梧桐树，是不是凤凰不重要。哼！怎么又是肉糜面汤啊？我昨日不是说了，秦国之地的麦子过于粗粝，尽是麦麸。我想吃楚国的大米。都怪婢子记性坏，忘了王后的叮嘱，奴婢这就去让膳房重做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这几日胃口有些过于古怪，时好时坏的。想来王二知道了，母后禁足在此多日，心烦意乱吧。不要。玳瑁姑姑啊，汤勺。哦。你们几个今日怎么了？个个像丢了魂似的。珍珠，说。方才有人看到什么？看到芈月乘着大王的辇轿从成明殿回来。大王的辇轿？是。妹妹即使去了成明殿，怎会坐大王的辇轿回来？你们出去吧。是。禀报王后，大王昨夜临幸了芈月。你说什么？大王昨夜临幸了芈月。可芈月与我有约，只协助我主持后宫事务，绝不侍寝。他若是真心想侍奉大王，我早就可以给他安排了呀。都怪奴婢愚钝。前日，芈月曾因弟弟魏冉犯了宫规，而被魏夫人要挟，求告王后出面搭救。奴婢怕魏夫人借此事滋生事端，算计王后肚子里的孩子，就没让芈月见你。不料，她转身竟然干出这种事来，这就是姑姑的不对了。芈月有难，姑姑怎可趁人之危故意作对？不是奴婢要与她作对，只是她的性情跟手段实在让奴婢替王后担忧啊！此话荒唐。王后想想，自打进宫，芈月表面上事事依附于王后，实际上她事事抢了王后的风头。芈月绝非是甘于久居他人之下的女子，一旦有机会上位，她定会成为王后的劲敌。因此，奴婢本想借水推舟，把芈月赶出秦宫，没成想这一推，竟将她推到大王的睡榻上去了。姑姑不必自责了，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晚了。看来
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这些东西是大王让我们送过来的。大王说，芈月平日衣着过于简朴，让芈月拿来装扮点饰的。谢大王恩赐。行了，这宫里头还有别的事，我就不在你们这儿讨茶喝了。你们忙你们的，小的告退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太漂亮了。是啊，真好看。女人刚回来，大王赐的东西就跟过来了，可见大王对你的确用心。这金钗上的珍珠这么大，多好看呀！哎，你看这个玉镯，哎，还有这个耳环。你们先把东西拿下去吧。是。我看你回来，就一直心事重重的。奎姑，别说了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是万不得已，是为了小冉和王后。姑姑，我要是告诉你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没做什么？没做你想的那些。我知道，眼下整个后宫都在说长道短。我坐着辇轿回来的时候，更是想，这比挂着一面帅旗还要招摇。但我要是告诉你，我在大王的房中待了一夜，大王并没有临幸我，你信吗？是啊，没有人会相信。那是为什么？大王的心思很难猜到，但眼下我最担心的是王后。我怕姐姐会不会因此而多心。没想到把他逼狠了，竟然想出这样的招数。这下好了，大王为了给他出气，把永香令也给换了。哼，又做辇轿，又是赏东西的。姐姐，没想到我们费了那么多周折，竟然为芈月做了嫁衣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过去啊，我们姐妹还真是小看了她，以后对这个丫头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免得再被她钻了空子。亏得王后还被禁足，就算芈月想对我们如何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怕就怕她有一日羽翼丰满，既有王后的庇护，又有大王的恩宠，到那个时候，她就会成为我们最棘手的强敌了。姐姐，那芈月得了势，她会不会又重提那符节的事儿啊？那铜符节被公孙衍拿走之后，我曾派人催要过数次，却无结果。这可是悬在咱们头上的一把刀啊！看来一定要想办法，尽早把这符节讨要回来。嗯。昨日我已向大王禀报，君不密失国，臣不密失身。我既为王后之陪嫁应女，侍寝后应当去见见王后。大王已经允许，帮我梳妆吧。今日是侍寝后第一次觐见王后，像这些凤钗啊、玉镯啊，还有玉佩，应该多带几只，也能显出大王对你的厚爱。这些东西一概不要，除了发饰必须按照规矩，其他的仍是平常装束就好。
王后有何不是？王儿在踢我。别看小公子在王后肚子里人不大，脾气还不小呢。当年威后怀王后的时候，王后在威后肚子里可乖巧了。威后命人把宫里头摆满了鲜花跟果子，还把寝宫里所有硬的地方都用芦絮给包起来。王后出生后不仅漂亮，性子也柔顺。眼下，谁来给我摆鲜花水果？谁又来包起这宫里的芦絮？难怪王儿心里郁闷。王后放宽心，我把给小公子做的衣裳先收起来。王后，芈月来了。她定是得了大王的许可，特意来看我的。王后，这种人应该立马轰他出去，该给他些颜色看看了。就算我心里怪他，也当忍一忍。王后这是何苦啊？毕竟她是我的应妾，如今在这宫里，我们最大的冤家对头是魏夫人。大王心宠芈月，只有她能够跟魏夫人抗衡。难道你要我把她推到魏夫人那儿去吗？宣她进来。是。姐姐，大胆芈月，你既侍寝，受大王宠爱，就该按规矩给王后行大礼才是。不必了，她如今身份不同以往，用不着对我行这么大的礼。姐姐话里话外，这是在怪我。我哪能怪得你？在宫中能够承做大王撵教的，你是第一人。你若在我面前多礼，岂不是折煞我？姐姐不仅怪我，而且意气用事。姐姐，能否听妹妹辩解两句？那日，魏夫人把小冉抓走，要施宫刑，妹妹四处告救无门，只好拿着梦莹的令符去找大王。姐姐知道妹妹一无所有，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命去换小冉的命罢了。更何况，我虽主动侍寝，但大王知道了我的苦楚，与我只是同卧而眠，并非同榻。你说什么？你与大王并非同榻共枕？是。玳瑁姑姑，你好大胆！玉儿是我妹妹，她受了这等委屈，你竟然隐瞒于我，害得她不得不违心去找大王求情，你是何居心？王后自己也有难处，你少狡辩！我与月儿同气连枝，他们害月儿就是在害我，这事还不都怪你？姐姐，那日我也不想牵连姐姐的。好了，妹妹，你过来。祸兮福兮。其实，当我得知大王临幸你，姐姐心里还是替你欢喜的。早先，你总说你要走，姐姐唯恐哪一日，我们姐妹就真的分开了。现在可好了，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留在宫中，我们姐妹从此长相厮守，互相帮衬。珍珠，去把我那套紫玉镂金的首饰给我拿来。那套首饰最为贵重，王后平时也不常用，奴婢一时想不起放在哪儿了。就在我床头放珠宝首饰的匣子第2层，快去吧。是。姐姐就要临产了，心境需开朗些，切不要为难了自己和腹中的孩儿。我明白，我若是为难自己，反而中了那些人的心思。好在女医治和太医常来给我调理把脉，天天药膳吃着，这身子还算无妨。大王近日政务繁忙，
但大王昨日还提到了姐姐腹中的嫡子，想来大王心中是挂念姐姐的。姐姐想起那日的事，肠子都悔青了，还望妹妹在大王面前替姐姐言语几句。那是当然，多谢妹妹。拿过来。无论怎么说，妹妹也算是侍寝了，我理当送你一套妆奁，给你贺喜。这套首饰是姐姐最心爱的，你收好，就当姐姐的一点心意。这只怕不妥，这套首饰太过珍贵，妹妹承受不起。再妥当不过了。只要妹妹与姐姐一条心，姐姐愿意倾其所有。看到王后拿出这套紫玉镂金的首饰，我觉得王后心里的芥蒂并未全消。姑姑大约多心了。王后本是心地纯良之人，我已将实情一一相告，该是没事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从小到大，她都在高处，你在低处，她早已习惯了俯视咱们，怎能甘心养成鼻息？你今日衣着故意这般收敛，我就知道你有意回避。真希望王后能明白你的苦心。姐姐临盆在即，能让姐姐真正开心的是解除对她的禁足令。我猜测，大王对姐姐的怨怒也已经消了大半，只是需要个合适的机会，让她重新看重姐姐。王后喝口水吧，让芈月搅和了半日，身子肯定乏了。眼下，也就只有芈月能帮着我了。盼着大王对她能有几日新鲜劲儿。大王并未临心的。是啊，这说明芈月并未入大王的眼。姑姑没有明白。我虽怀着大王的孩儿，但大王对芈月却是更用心。大王知道芈月的心思，竟没有勉强她。女人能让男人珍惜到这一步，那男人还不被那女人攥在手里？大监，大王有诏，大王召芈月承明殿见驾。请容我梳妆。好。将大王赐予我的首饰，拣2只好的戴上。那衣裳呢？就要那件鹅黄色的吧。姑姑，你说呢？好，不过于艳丽，也不落于平俗。大王，芈月到了。拜见大王。到寡人身边来。是。护目一笑，峨眉曼质，容则秀雅，质出颜质。寡人正在读屈子的《楚辞·大招》，果然写得很好。大王喜欢？屈子真是神来之笔，写楚国美人，栩栩如生。楚国美人，并非仅仅朱唇皓齿，
而且彼得好贤，习以多之。有道理。花容月貌，抵不上兰心蕙质。过去只知道屈子恨寡人入骨，巴不得烹而食之。但寡人读过他的笔墨，发现的确是个人才。既然不得楚王重用，不如来我秦国大展宏图。大王读过菊颂了吗？寿命不迁，生难国兮；身故难徙，更宜窒息。心知如此，很难勉强，当真可惜。楚国人才虽不能由大王驱使，但楚国的学识却是可以拿来用的。楚国宫中藏书众多，王后出嫁时，楚王曾赏赐王后500卷书简作为陪嫁。王后的嫁妆虽然在武关被劫持，但义渠人只掠走了一些金银珠宝，而最珍贵的500卷书简，还有全套青铜乐器，全都完好无损。只因秦楚两国文字不同，秦宫中像大王这样通晓多国文字的人不多，所以这套嫁妆自入宫以后就一直没有动用过。这些寡人都知道，可是整理书籍事务，费时费力。王后请求大王准许芈月带着懂得秦楚两国文字的人来整理书卷，重训越人，让楚国的学识在秦国不至于明珠蒙尘。这果真是王后的想法？确凿无疑。王后虽然身怀6甲，困于交房殿，但她仍心系大王，愿为大王分忧解难。难得王后一片苦心。只不过前一阵子对待张子一事，他未免糊涂，乱了名分规矩，寡人不得不罚他。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芈月曾在会院种过从楚国带来的杜若，一大把种子撒下去，能存活的仅寥寥几株。可见草木都恋旧土，人怎会对母国抛之脑后？何况远离母国艰难重重，哪有不惦念的道理？王后为人宅心忠厚，自来到秦国，事事以大王和秦国为重，但根未扎牢，有时难免心系旧土，关心则乱。但等到来年那杜若根扎牢了，秦国是他的基业，大王是他的靠山，他对旧土之念也就会渐渐淡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此话有理。寡人对王后也许是过于苛责了。明日下朝，寡人去交房殿看看她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寡人刚好让人做了几件上好的貂毛皮衣给王后护身子。多谢大王。王后可喜欢这2件新衣吗？大王给的，什么都是好的。还有2件白狐的，寡人让他们做好，也都给你送过来。臣妾身子笨重，只怕这衣裳一时还穿不上呢。不忙，等你产下王儿，一件一件慢慢穿。寡人要自己的王后艳冠后宫。臣妾谢过大王。好。王儿，不要再提我了。你父王过来看过你了。妹妹来了。姐姐，前几日魁姑做了姜蜜，妹妹尝了觉得好，所以今日特意给姐姐送来。太好了。今晚大王要来交房殿用膳，我还特意跟珍珠说，让她把秋日里我在园子里采摘腌制的桂花拿出来，给大王做桂花莲子粥。有了你的姜蜜，怕是要把我的桂花莲子粥给比下去了。姐姐何不今日给大王做莲子粥，明日再让大王尝姜蜜？
日日惦记交房店，由不得他不来。哪能等到明日啊？好久没有吃过楚国的姜蜜，都馋死姐姐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母后也喜欢姜蜜的，特别是秋日的菊花姜蜜，总是让膳房做很多，分给各宫的公子公主们。王后何必提及此事啊？她是不会记得的。姐姐大约忘了，在楚国这种事，从来都与我无缘。先生，魏夫人那边又派人催要符节了，说是再见不到符节，他就不得不亲自上门了。这个义渠王简直是蛮横无比，他竟然狮子大开口，问我讨要500车粮草来换取符节。500车粮草，这得多大动静啊！所以我一直没有答应他。这样，你马上再去找一次义渠王，你转告他，就说我情愿拿珠宝钱财来折换成他想要的粮草，让他即刻把符节给我还回来。是。小冉去哪儿了？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。是啊，我也奇怪呢。早上用完早膳就一溜烟的没影了，不知又到哪儿淘气去了。这孩子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大王。好了，不必多礼。寡人知道你不谈奢华，但看你这日常陈设，未免过于简朴了。大王恕罪，容芈月一些时间学会铺张。大王，司马将军他们来了。好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大王。小冉。姐姐，姐姐。司马将军，这孩子怎么样？这孩子龙精虎猛，是个习武从军的好胚子啊。寡人有意将魏冉交与司马将军，带到军中亲自调教，你觉得如何？姐姐，小冉从小志向就是奔赴沙场，建立军功。大王亲赐小冉良机和这身盔甲，姐姐切不可阻拦。可你年纪还小呢。谁说的？我都和你差不多高了，我已经是男子汉了。沙场的确凶险，刀枪无眼，这么小的孩子交与臣带他从军，芈月是要慎重。臣妾庇护得了他一时，庇护不了他一世。他身为男儿身，当早日自立自强，建功立业。大王深谋远虑，请司马将军收下他。芈月，快快请起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芈月既然信任司马错，我定不辱使命。小公子，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去从军，就真的不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能够为姐姐和魁姑出头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这么定了。2个月后，萧冉随司马错离开咸阳，你们为他准备行装吧。谢大王厚爱，谢司马将军照应。都是马字，这是赵国的马，魏国的马，这是我们秦国的马。真的，果然每个国家的马字都不一样。光这个马字，7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征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，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，难。也未必。大王看，韩、赵、魏是不同国家，可他们的文字却很相似。韩、赵、魏
原来同属三晋，自然共用晋国文字。后来三家分晋，他们有意把文字做出种种区分，所以这三国文字虽然相似，却也不同。西周之后，诸侯分裂割据，攻城略地，自建障碍，造成了交通、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不同，为难了别人，也为难了自己。那年，王后嫁入秦国，半路病倒，我在药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认识楚国文字的人，却因为度量衡不一致，他不肯卖药给我。他也两难，不卖给你是误事，卖给你可能就是害命。不要说国与国之间，寡人这些年来，在秦国的属地，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都一直进行得很艰辛。听说那些被楚国并吞的小国，刚开始也都是文字语言不同，并入楚国之后，却被迫使用同一种文字。刚开始人们也很抗拒，后来渐渐习惯，竟也觉出种种好处。所以，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、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我愿意。好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剩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，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